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最近我相信听到平安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事，好不好？咱甲咱边仔兄弟，咱握着伊的手，咱甲伊讲：上帝要赐平安给你。上帝要赐平安给你。上帝要赐平安给你。上帝要赐。最近一个月有机会去澳洲遐旅行，短短一个月中间，听到2次的空难，听到芬兰的大地震，也搁有以色列攻打加沙的问题，也搁有咱台湾高雄这个气爆的问题，总共有遮尔多的灾难，遮尔多的困苦的代志，伫咧咱台湾，伫咧全世界来发生。总是这拢毋是咱会当担当的事。咱的主，伊是监察人心的主，伊是公义的主。每一届咱拄着困苦的时，拄着灾难的时，咱只有仰望主，咱只有向主来祈祷。咱的主，伊要成做咱的倚靠，成做咱的帮站。因为耶和华，伊是咱的上帝。无管咱伫什么款的所在，咱只要倚靠主。伫咱的生命的中间，咱只要有主甲咱三角天地，咱必然全然来得胜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。伫这个敬拜时，咱会当宣告耶和华是咱的上帝，是咱的主，伊要永远甲咱三角天地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时常呼罗你的名。你是我的顶牌，是我的眼光，更是予我头行我的主。虽然对你为你攻击我，伫你面前我不惊灾害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倚靠，你同在，予我完全的心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时常呼罗你的名。你是我的顶牌，是我的眼光，更是予我头仰观的主。虽然对你为你攻击我，下一页。对你面前我不惊灾害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倚靠，你同在，予我完全的心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。这是咱咧唱歌时，咱宣告时，咱逐时刻来向主来祈祷，求主帮助咱，互咱拄着灾难的时，会当真做咱的倚靠。你是我的顶牌，是我的眼光，更是予我头仰观的主。虽然对你为你攻击我，伫你面前我不惊灾害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倚靠，你同在，予我完全的心。耶和华是咱的眼光，是咱的顶牌。有伊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就会当全然来得胜。相信咱每一个人，咱配合牧师的教导，咱伫个每一天，咱拢用圣经、上帝的话来开始咱的每一天。咱会当伫列出来的所在，咱拢用上帝的话来警醒咱家己。咱会当将上帝的话
来每一天开始的时，咱对日出来的所在到日落山迄边，咱拢要用主的话来学老主。因为咱的主伊是配得咱永远来学老，永远来学老伊的性命。这个时，咱请起立，咱对日出来的所在来学老主的名。日出来的所在，你甲日落山的迄边，主生命应该学老。对日出来的所在，你甲日落山的迄边，主生命应该学老。日出来的所在，你甲日落山的迄边，主生命应该学老。日出来的所在，你甲日落山的迄边，主生命应该学老。拢着路，学老主的生命，学老主生命对一世，直到永远。学老主的生命，学老主生命，学老主命。你拢着路，学老主的生命，哈利路亚！学老主生命对一世，直到永远。学老主的生命，哈利路亚！等咱每一届快乐欢喜学老主的性命的时，咱就想到咱的主伊白白来守住咱平安，白白来守住咱的疼，互咱会当疼咱身边的人，总是伊为着咱来放撒伊的性命，互咱会当得到欢喜，咱会当出声来学老伊，咱只是来庆祝无比的疼赐互咱。来庆祝，咱欢喜来庆祝。无比的疼，咱拢来欢呼，上帝的疼为着咱放撒生命，咱欢喜来出声，主的喜乐实在无通比，咱欢喜你献祭，欢喜出声哦咯，咱欢喜来出声。来庆祝，出声来庆祝，出声来庆祝大军哦！出声来庆祝，出声来庆祝，出声来庆祝大军哦！咱欢喜来庆祝。无比的疼，咱拢来庆祝，上帝的疼为着咱放撒生命，咱欢喜来出声，
三月日拢实在无通比，咱人欢喜黄年现济，欢喜出社会咯，人欢喜来出社，好，来庆祝，好，出社来庆祝，出社来庆祝，大鼓锣。出社来庆祝，出社来庆祝，出社来庆祝，大鼓锣，人欢喜来出社，人欢喜来出社，来庆祝，出社来庆祝，出社来庆祝，大鼓锣。来出社，来庆祝，出社来庆祝，出社来庆祝，大鼓锣，人欢喜来出社，来庆祝，出社来庆祝，出社来庆祝，大鼓锣，大声来。来出社，来庆祝，出社来庆祝，出社来庆祝，大鼓锣。哈利路亚！咱归荣光予咱的上帝，感谢主遐尔听咱每一个人，予咱会当用听来听咱身边的人。有要听咱身边的人上直接的方式，就是上简单的方式。就是跟你边爱兄弟姐妹来互相拥抱一下，把这个爱的抱抱送给他，然后坐下来。上帝听你，上帝听你，上帝听你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感谢主，白白享受听，予咱会让你听咱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将上帝伊的恩典传扬出去。伫这个时阵，咱要回应主的听，咱来主讲主我爱你。伫这个时阵，咱安静，甲主讲主我爱你。伫这个时阵，我唱歌，唱出一首爱的诗歌。伫这个时阵，我举起双手，我的主举起，只是举起咱的双手，主讲主我爱你。因公我爱你主，因公我爱你主，因公我爱你主，我。举起咱的双手，大家拢举起咱的双手。我举起双手，我的主举起。举起咱的双手，言讲主我爱你。言讲我。
再一届举起咱的双手，因讲主我爱你。